来看新竹市清甲的这个空气品质净化区，过去环境真垃圾，就要经过里民合作去甲整理。这几年已经变作是当地民众散步运动的好所在。这园区内面呢有种光蜡树，吸引上百只落脚龟来遮生态，也变做囡仔户外教学的自然生态教室。囡仔看到这么多落脚龟，欢喜甲笑嗨嗨。新竹市清甲空气品质净化区，这几年因为里民做伙顶真照顾，环境愈来愈好。今年佮吸引上百只落脚龟来这探景，成功变成保育落脚龟的生态基地。看到几只？很多只，没有脚的是女生，然后呢有脚的就是男生。这几年啊来吼，哦，整理甲吼，阮遮也有路草啊，垃圾拢无去咯。然后吼，做一寡足侪植物的，植物吼，拢会当吼阮带孙来佚佗。因就爱来遮骑自然车，因为这里环境变啊就好诶，空气嘛就好诶，空气嘛就好诶。当地里长讲，目前当是落脚龟探景的季节，真欢迎大家来遮佚佗。不过提醒民众，看的时阵除了爱轻声细细，更较重要是千万唔通甲落脚龟掠当去饲。独角仙应该有几千只吧，几百只吧，因为他们现在还有的还在这个生小孩中。那当然大家也要呼吁大家要好好的照顾，不要去碰触它，也不要把它抓走，这样才可以让更多的市民可以前来欣赏。新竹市环保局指出，目前园区内有种300多丛的树仔，但年会当减碳挖5公吨，也成为学校进行生态教育的自然环境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